友大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天灾消息。伫离滨海城市维涅马尔一搭好野厝的地基，是去予大雨漏了了，围空30蓬笑深。这当局是赶紧下令居民撤离。现在是伫咧玻利维亚受一条大桥绑起，造成8人死亡，6个人受伤。抗议卫兵看出来，这个滨海高级处梯真宽的露台下骹地基已经冲蚀，部分栏杆变形塌落去，光线现出来，看起来真危险。伫离太平洋沿岸城市维涅马尔，拜六下晡落大水雨，一个起伫山坪顶悬有真水看海景观高级处梯地基流失，当局下令60个居民透暝撤离。Se está realizando una evacuación preventiva en el edificio ya mencionado a propósito de un socavón que se desarrolla durante esta jornada. 救援官员是讲，这个土石流和冲蚀的地基有30公尺深，相关灾情恐惊会因为这礼拜持续落大雨会扩大。镜头换看玻利维亚，这条伫北部贝尼省瓦近亚马逊河林区，长度130公尺的大桥，好亲像袂堪哩重型卡车行驶，所以塌落去，断做2截，造成8人死亡，6个人受伤。目前已经为后来找到5具遗体。Ya han ubicado los cuerpos, ahora estamos esperando una moladora, un motor de luz para poder romper el hormigón y también que llegue la retroexcavadora o la gallinita que le llamamos。这个桥是附近关注民城镇圣安娜德雅库马对外交通的唯一通路。2010年开通，是前总理莫拉里斯任内的基础建设。有官员是讲，这个桥敢若进行桥面的维修，敢若因为袂堪咧卡车的重量塌落去，还是有牵涉到豆腐工程，原因也需要深入调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南韩有2000多年历史的宗教萨满教，最近是因为电影破梦变甲真情，请真侪少年人去熟悉这个传统宗教。伫咧做个宗教当中，萨满这个角色有一点类似是机神，做这心灵甲人类沟通的角色，而且伊嘛向算命甲看面相。不过，伫咧这过去100多年来，是小煞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甲军事政权的打压，因为这萨满教是阻碍着韩国现代化。加上这南韩的大宗教基督教，嘛有袂少信徒甲反对，所以讲这个传统宗教就一直咧落济。即阵对这电影风潮搁再受到重视，有袂少少年人甚至是甲萨满当作是心理咨询师，找因开破心目中的疑问。加强4天的欧洲议会选举总选线，根据欧洲各地头的选情预告，这极右派徛起局势有真大变化。咱来看这张表，正边包含极右派中间偏右，差不多是所有的席次拢有增加。上大党犹原是中间偏右的 EPP 党，伊若是对中间派开始一直到左派，勉强会当维持席次，就已经算是上好的啊。多数席次拢有下降。这其中上界明显的，可能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所属的复兴党。虽讲马克宏昨就宣布解散国会，6月30提早解散，我望会当压制右派保守甲反移民的势力。5年一摆的欧洲议会选举，初9结束投票，初步结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宏的中央联盟政党大失败，得票率干那极右派国民联盟的一半。马克宏虽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伫6月30举行大选，第2轮的投票定伫7月初7，也就是巴黎奥运7月2日开始进行。法国会经过一场政治的大地动。Cette décision est grave, lourde, mais c'est avant tout un acte de confiance. Confiance en vous, mes chers compatriotes, en la capacité du peuple français à faire le choix le plus juste pour lui-même et pour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Confiance en notre démocratie. 由马林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以超过30%的得票率大赢马克宏领导的联盟，伊也正做2027年总统大选当中马克宏上大的对手。也拿5年进前就已经出头，大力主张反移民。今年敢若28岁国民联盟政治的新人巴尔德拉，初9也强调，法国已经在靠改变的风。Ce soir, un vent d'espérance s'est levé sur la France, et il ne fait que commencer.
今年会选出720名欧洲议会议员，席次按成员国的人口济少来决定。德国上济占96席，法国也有81席。不过，这两国的极右派拢成果袂歹。也拿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也伫选举当中领先。比利时找到举行欧洲议会甲国会，阁有地方的三合一选举。总理德克鲁所领导的政党，伫即届和左右派双头小的情形之下，敢若摕到7%的选票，也互伊伫地数的时流目屎。总体来看，即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派犹原是领先，不过也袂当轻视左右派极端势力成长的事实。也若欧洲整体拢咧向右派咧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经得到中央派的支持，伊安尼按算会得到新的5年任期。公司新闻竟完强编译。以色列的内阁部长简茨昨时日，伊批评总理纳坦雅胡是一直无要批准以哈战争的战后计划，阻碍着战争的胜利。伊就呼吁讲爱提早举行选举。以色列伫初八救出互绑票8个月的4名人质，迎接人质回来。同时间，互以色列空袭甲炮火攻击的巴勒斯坦中部的难民营，却传出大量死伤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指出，至少有274个人死去，包含查某人、囡仔甲人质。另外，将近700人受伤。以色列甲即届的救援行动看作是胜利，不过国内政坛煞伫初九传出人事的大调动。立场温和的64岁战时内阁部长简茨宣布辞职，理由是总理纳坦雅胡一直批准以哈战争的战后计划。伊也呼吁政府应该为2023年10月初7的人质凄惨事件负责，提前解散国会举行大选，避免国内的民意分裂。לצערי, נתניהו מונע מאיתנו להתקדם לניצחון האמיתי שהוא ההצדקה למחיר הכואב והמתמשך. 政治分析家指出，简茨的辞职加减会影响到以哈最近停火协议的结果，也对纳坦雅胡造成部分的压力。And with him gone, it sort of tugs all the decisions to the right and to the more extreme. I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that to their advantage, there's an opportunity to pressure Netanyahu. If you want power, 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coalition, you need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简茨是纳坦雅胡伫政坛的主要对手，上新的民调显示超过纳坦雅胡。目前战时的内阁有决策权力的，阁有国防部长贾兰特。外界分析未来纳坦雅胡政府的立场会变更较极端偏右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爱尔兰的首都杜柏林人口一直在增加，当地厝已经无够大，差不多欠25万间。所以讲这厝税就一直在抢悬，因为这租袂起嘛，买袂起。所以讲30岁以下是有2/3拢较爸母大，人数是欧洲上界侪。离首都杜柏林40公里的市郊小镇恩菲尔德，安尼一间位伫加油站对面一房一厅的小公寓，月租金为10年前的900欧元起到1600欧元。要毋过房东将这个物件放上网，短几工的时间，随着有人抢咧付钱带入去。We put it on the market there a couple of days ago, and we have over 800 inquiries for the property. We can't advertise a property over the weekend because we would have thousands of email inquiries. 最近几年，杜柏林伫有名企业甲高科技公司组织效应带动之下，人口大大增长，所欠的大房需求有25万间，租金更加是一直起。30岁以下2世代族群，睡不起也买袂起，2/3的人拢住伫爸母的厝。人数位伫欧洲第一的爱尔兰国家青年委员会担任积分主管28岁芬恩就是其中之一。There's different decisions of life being put off or kind of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bout how that would work because your house is your base, and if you don't have a base, then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make decisions. It's heartbreaking, and that's being honest with you, to see the desperation in the people that are looking for accommodation. 为了解决少年人住房的问题，所成立的住房委员会提出扩建社会主体的计划。恩菲尔德镇附近修女院的这座公立病院，就准备进行拆迁，将地空出来起社会主体。杜柏林4khu为真侪空地啊，未来10到20年时间陆续拢会起厝。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荷兰是全世界头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家，不过当地医院有医生无愿意协助执行。而且在荷兰，若是身体破病的患者会当申请安乐死，这心理疾病患者嘛会使。这就引起真大的争议，因为有一派认为讲，这本书是变相咧协助行地路。77岁荷兰骨干末期病人阿尔达已经准备透过安乐死结束家己的生命。My daughters will scatter both our ashes over the sea. 阿尔达先生2年前就过身，迄时阵先生也想要安乐死，啊，不过因为得到是脑膜炎，医生拒绝协助，最后自然病死。除了身体造成意外，伫荷兰有心理疾病人也申请安乐死，去年到138个案例，啊，不过伫实际上医生无一定愿意会安尼做。A psychiatric condition or dementia is also a medical condition, so they're allowed to receive euthanasia under this law. But it also requires improvements in the knowledge of doctors, because doctors sometimes don't always know exactly what is and isn't allowed, and so they sit on the safe side. 医生保守，因为医界对心理疾病患者是不是安乐死依然有疑虑。部分人士认为，应该优先提供心理疾病患者充分支持，安乐死才是最后的选项。啊，若无恐惊会加速鼓励轻生。From that perspective, physicians say, in that case, I will not be misused in performing euthanasia which is basically suicide. 有人烦恼精神疾病患者可能在判断力无够情形之下决定安乐死。这忧郁症患者是宣布安乐死评估过程是真长，患者爱真一摆表达意愿，未凊彩决定。另外，一个心理学家是指出，如果人因为心理痛苦想要申请安乐死，却无法度通过，反倒当然会行险路，用非法的药物来轻生。These people cannot be helped by the regular healthcare system. Even though I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possibility for that. Especially because there is a whole generation of people, baby boomers, who are used to making their own plans and deciding when is it enough for me. And I think we will not be able to avoid creating a space for that. 部分学者建议，为避免同款的病药，应该爱护新法。或即嘛无符合安乐死条件人，会用伫常规医疗内底寻求协助。啊，不过到底是毋是要扩大安乐死的范围？社会争论有关正多。目前伫荷兰，安乐死伫死亡人数的比例是4%。公司新闻7万0编辑。海龟的生态有一个特殊的现象，若是温度超过30度，孵出来拢会是母的。所以讲，即阵天气遐尼热，海龟的公母的数量就哪差哪济，以后生蛋一定会有问题。所以讲，当地动保人员就甲这海龟的卵刷去较凉的手的脚，望加减仔挽救一寡问题。大马的动保志工拍伫沙坡挖出一排一排沙，伊毋是咧耍沙，是有更较重要任务，就是将牛卵刷到较凉爽的手印脚。因为研究发现，牛卵上适合孵化的温度是伫摄氏28至30度，只有伫这个跨度间孵出来小海龟，雌雄数量相当，才会当达到性别平衡。也不过最近几年，大马东部的热映岛海平面平均温度活30度，海龟做受精卵的海波温度更较悬，对当地海龟保育工作真不利。Anywhere over 30 degrees Celsius of an average incubation temperature is going to push you into 100% female-biased hatchling production. And anywhere closer to 28 and under,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of a male-biased. 研究人员指出，最近受到性影现象的冲击，比小影更较少的天气打着规个大麻。为着确保理想的牛卵孵化状态，才需要安尼费力的为牛卵搬出。不过，海龟保育人士烦恼，未来全球暖化继续恶化，将对全球各地海龟生态造成威胁。Because it will feminize sea-turtle hatchling populations, which will then lead to less productivity, less female turtles being able to mate and lay more eggs. 镜头专家中东位伫红海北部的亚卡巴湾，去年就出现海胆因为钓被大量死亡。动物学家发现，病原体的杀伤力是紧搁猛，造成海胆自落伫短短2天内就消失。这种现象当咧往东南亚甲澳洲大波大的热带水域扩散，未来可能扩及全球。We already saw these signs of mortality occurring, not in the Mediterranean, but in the northern Red Sea, from which it spread
very quickly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actually, what we know today, even beyond the Red Sea. 科学家表示，以海藻为食物的海胆是酸蚵达的保护者，因着像酸蚵达的挂槽机，会减少依附伫酸蚵顶的藻类，使酸蚵会当伫日头之下成长，佮进行光合作用，海胆死亡，会使脆弱的酸蚵达生态更较严重。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地球上界大丛的山马，这款山马上悬是会当发到93.6公尺，会当活超过3000年。不过，美国加州最近气候变迁、火烧山佮可旱，山马的生长已经受到影响。在英国伦敦高花的哈佛林高古公园，有真侪丛正悬的树花。这个是地球上体型上大丛的树花巨杉，本来主要是分布伫美国加州内华达山脉西部，是红杉树内面体型上大的。19世纪被引入英国，伫咧遮诞生。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se species is that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the UK probably 150 years ago. It was essentially a status symbol. It was a new world species, really the biggest tree in the world, and people would buy them to put into their stately homes and their landscapes to grow them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科学家用镭射扫描仪对树仔做3D 立体成像，来量树仔的悬度甲树身的大小。这种巨杉平均会当大到50到85公尺悬，直径差不多5到7公尺，上悬不过93.6公尺，会当活真久，差不多3000年。伫英国即马有差不多50万丛，顶多是原生地加州只敢若剩8万丛。学者讲，英国的气候较温和湿润，更加适合这种树仔成长，互全世界体型上大丛的树仔伫地球的另外一边找到生存的空间。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